3月28上午9點開始，由南山國家墓葬歷史生態園區促進會所發起遊行，包括公墓後代子孫、這文史團體、學術研究者、現代學生社團甲支持民眾攏來到河樂廣場集合，為提布旗、標語，為也投擲日本時代骯髒的墓碑。大家共同的信念，就是要用遊行來表達清明祭祖、守護南山，避免南山公墓家鄉被迫消失的命運。對抗不公不義的，即個政策要把這政策，讓大家知影。咱的祖先的墓袂當互抄襲。咱有尊嚴的台南人，富城人，大家站出來。阮是堅持講，阮的祖墓地啊。愛可以有尊嚴，可以好咧大遐，無必要去遐當遐這個用途啊。就是因為南山公墓其實是有非常多不同時代的墓種，那包括我今天辦的這個是日治時期的鐵瓦磚，那在台南新平那一帶其實就是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足跡，但其實以前是非常高級的建材。那我們就是覺得說，這些不同時代的墓葬、不同時代的一些就是建築的藝術建材，其實都是南山公墓歷史的一部分。過去對文化資產的保存，還是停留在古蹟跟一些歷史建築那其實從那文化資產保存的角度來講的話呢，公墓呢也是一個很重要、很珍貴的一個文化資產的保存。遊行由專業的固定引導，向前甲意識是森林開路，上達天聽。會中在野黨議員陳珊妮嘛加入遊行行列，認為市府不應該一意孤行，更未當以開發優先來處理南山公墓。公墓是歷史的見證，我們要怎麼去保護它？其實我們謝龍介委員他自己已經有他的想法了。所以今天請我們過來這邊聲援我們的這邊的支持聯署，保護我們的遺產，我們覺得非常的重要。那我們希望留給我們後代的到底是什麼呢？是不斷築起的高樓嗎？還是這個不斷湧入的車子呢？還有人群呢？我們更希望是可以守護呢過去台南400年留下來的這樣子的府城的文化。那除此之外呢，我們也希望未來呢，這些南山公墓的後續的規劃的過程呢，程序都必須公開透明。遊行隊伍對河樂廣場出發，一直到最高社桂竹山，全長3.76公里。途中大家各話守護南山，支持公道點口號，嘛強調這不只是一場遊行，更是關係這座社區如何對待祖先，如何對待歷史價值的證言，甚至一旦遷葬，恐驚是生態環境的嚴重污染。南山公墓有5萬個墳墓，那你破遷在這個很短期，它必須5萬門全部挖起來再燒一次，你就等於主動創造了5萬門的火化的速率效率，變成一個產業，而不是關心我們的生態跟環境，還有居住正義。那其實南區跟台南市民會淪為 PM2.5 戴奧辛的一個空污危害。不過遊行當中，周邊也受民眾不滿，要求遷葬。觀瞻啊，那麼久了，要遷一遷比較市容比較好啊。面對台灣歷史上第一擺以公墓保留為訴求的大遊行，江副市長佇參加兒童節活動會後嘛回應表達尊重，強調比較垃圾部分一定做好規劃，遷葬開發唔是破壞。開發加保留嘛不是是非題，一定是慎重處理。這個不是是非題啦，那其實這個是多元化的部分，我們都會兼顧到裡面有一些值得保存的文字的部分，然後我們會甚至於我也常講說，應該保存的部分應該跟它建廟也沒有關係，讓他們的有一些比較偉大和值得紀念的史蹟的部分，那我們可以來紀念它。那有一些部分像一些已經都取決掉了，這個公墓空混在那個部分呢，那也造成一個南山公墓一個髒亂了，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說做個規劃。這擺遊行一路上都來傳達民間守護南山公墓的決心，嘛提前佇清明為南山森林祈福，向前行過森林開天地、拍天下路徑。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